台语真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好，广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文专。唉，新的一年又过来啊！新的一年你一开始就吐大开，因为真正做物质的。不过你今日透早，敢毋是才拄甲我电讲你买新的 i14 Pro？我跟你讲，真的是我感觉艰苦的所在，因为。啥啊？你有是我新的手机啊？我分期付款啊，付4期啊5期。观众朋友啊，滚一边买手机啊，该分期付款，一定要加岛内，好不好？我一想到这，我一个月爱加开这个钱，因为要毋过我前一支手机也是10啊。要毋过一定是你算的时阵，你咧买的时阵有无？有的当时迄 app 伊拢会闪退，啊，迄算个 game 有当时伊就直接无去，啊，甲电开，啊，你的顺你一定拍输啊！你安尼一定会互其他的网友认为你是猪队友。就是因为安尼吼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我就感觉袂使，手机爱换。哦，所以我就忍疼，甲我一寡食饭的钱，摕出来，逐个月安尼慢慢啊付钱。不过你巴肚头大一直咧滚价，是不是因为你巴肚以后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上重要的是，这新的一年哦，大家各要做社畜做一档。嘿，不过你退休，搁较近一步啊。嘿啦，不过你想吼，退休金嘛可能摕袂到，有可能会破产。所以嘛是一个政府爱替咱加想一寡代志，劳保基金吼，唔通去破产去。新的一年一开始就遮转懵。是啊，因为咱主要今仔日吼的主题吼，咱就要讲一寡2022年甲伊讲goodbye的一寡物件。对，不过一开始还是要来讲一寡，互大家较欢喜的代志。是啦，新的一年嘛是有一寡好的消息。无毋对，就是伫日本的演艺界，其实有真侪明星因拢结婚啊，包括讲几位知名的歌手叫做 A 伊嘛结婚啊。另外，佫有最近真情的一出戏叫做《经济之国》的这个主角土屋太凤，伊嘛宣布结婚啊。耶！对，不过咱台湾输人毋输阵，咱台湾真出名的歌手。Only you you you，Only you you you， 伊伫新的一档嘛宣布讲伊结婚啊，好消息！你想安怎看起来？你敢会当卖有一集有唱歌，我会感觉我会过较轻松一点嘛。主要好消息以外吼，咱即马煞来要讲吼，有一寡咱伫2022年要甲伊 say goodbye 的一寡物件。譬如讲第一个咱要讲到的就是吼，互台北人依依不舍的吊带戏。其实我伫因的面册啊，嘛有看到因铺声明，就是讲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佮加上讲因签约的这个合约到期啊，所以就宣布讲伫1月初2的时阵就要关店啊安尼。所以吼，因关起来，好多个台北人吼，就伫遐讲，唉，足唔甘的啦。嘿，对。啊，2023年一来吼，就收到这个歹消息。不过讲到迄院啊，其实另外伫信义区的这个 Neo19 这个商场，其实伫今年嘛是宣布结束。这是足侪人会去遐食饭啊，会去遐踅街的一个商场。佮有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无啥物感觉的一个物件，啊，有可能一寡老大人较有感觉。就是讲吼 ，IE 伊伫2023年嘛要甲人讲。拜拜。对，其实IE啊，伫去年6月时阵就讲伊要落线，不过因为真侪人咧换这个浏览器的速度，有人紧有人慢嘛，所以讲伊就咧换的时间无相共，所以造成讲伊即马其实大家要看有，不过伊伫今年2月14的时阵，伊就会正式落线，所以大家未来都无法度搁用到IE啊。IE 吼，伫咱细汉的时阵吼，伫咧上电脑课的时阵，定咧用嘛。迄个时阵咱一开始。一直用的浏览器就是 IE。毋对，迄当时啊，就是上课的时阵，老师拢会控制大家的电脑，所以大家拢会足认真的，拢无法度去叮当这个电脑，拢无法度去家己家己的网站。所以一直到老师甲时间向互大家使用的时阵，大家拢足期待当甲 IE 炮开来算一寡线顶的游戏。所以吼 ，IE 伫咱慢慢大汉以后吼，就渐渐无咧用啊。因为拢用 Google Chrome，用一寡 Firefox 嘛。为虾米？因为伊足慢的。伊的速度吼上尾名，嘿上尾名，所以有当时啊吼，你也看人反应慢的时阵吼，有个人就讲，你敢是 IE？奇怪，我哪会即摆才知影讲 IE 有这个意思？所以你就是 IE，因为这个代志吼，就应该是你使用网络的时阵吼，加减会去听到的，所以你到即摆较知影这件代志，所以你就是 IE。赶紧转移话题。后一个要讲的吼，就是细汉时阵的回忆吼。慢慢搁无去的一项物件，就是进前啊，咱伫节目捌演过一个跑跑卡丁车，这个跑跑卡丁车嘛要甲大家 say goodbye 啊。我甲你讲，我较早咧耍跑跑卡丁车的时阵啊，阮妈妈嘛有咧耍，结果
伊个算甲伊的等级比我搁较强，伊毋是有分啥物无共色水的手套，是搁有迄轻的手套，啊，另外搁有青级。结果后来我咧考迄啥物 L2 的驾照的时阵，一直考袂过。啊，毋过伫迄当时，阮妈妈已经考过啊。就是有当时吼，迄个时大人吼，牵咱算迄游戏的时阵，咱有当时拼袂过因呢。嘿，啊，毋过大家即马若是要是会想要耍跑卡丁车手机啊版的，要是会当继续耍。啊，搁刷落来嘛是一个细汉时阵的回忆，伊就是一个糖啊。就是毋知影大家讲有看过即个火金果之梦。有一个糖啊吼，伊的包装外口，伊就是放火金果之梦的伊两个兄妹仔的相片。其实这个公司啊，就是沙库嘛，因就是有宣布讲，因的糖啊，敢若会生产到今年的正月20就要结束啊。所以若是有介意这个火金果之梦的观众朋友，一定要趁即马这个时间，赶紧起来买这个糖啊来食。咱看到即马吼，其实有足侪物件，伫2020年，也是2023年的上半年，就咧跟咱讲拜拜。啊，毋过要有一个物件，要是无甲阮说拜拜，就是新冠病毒。新冠病毒这个物件吼，伫今年吼，可能佫会维持共款的，有人确诊吼，有专家就讲吼，可能伫爱2024年，就是明年，迄次世代疫苗出来了，互大家当拍。会当注射。会当注，大概有稳定的迄个抗体吼，会当去对抗病毒的时阵吼，较会当算是变成流感化。要毋过即摆吼，一定会当出国啊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啊，我吼就是款无钱的款。比如你摕去买 S Pro。最后要问观众朋友，你敢有伫2020年 say goodbye 的物件，还是有一寡物件咱无讲到，你会当伫老话甲阮讲。后回这时间继续看，第一年等，拜拜。